3天内死了10万人，这还不算，有饿死的，有得瘟疫的。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呀！惨，真惨。是啊。那它上面到底说的是什么呀？哦，在下愚钝，不识字。那你跟着摇什么头啊？我看大伙都在摇头啊，我就……来，看啊，地震了啊！商洛大地震，这地震了，刚跟吐蕃打了一仗，还没消停2天，怎么又地震了？我这大唐到底怎么了？可惨了！皇上保重龙体。把上官仪找来，快！诺。夫君，这前天商洛地震情况如何啊？你作为大唐公主，消息应该比我灵通，你还问我？反正我是听说，那商洛震得山体滑坡，整个商洛震成一锅粥了。那夫君有没有什么解救灾民的好方法？我有办法想了也没用啊，这不都有救灾专员管着呢？夫君，这古代的救援跟现代的救援肯定是有区别的。那我问你啊，按常理来说，如果官道堵塞，救援物资多久能到？常规要2、3日，但如果官道堵塞，就要绕到汉中的荆州山路，最快也要月余。那完了，那黄花菜都凉了。救援越晚，瘟疫越快。这困难谁都知道，不是让你说办法。哎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好夫君，乖夫君，你就告诉我方法，我一会儿给你准备。哎呀，我现在困得不行啊，想想吧。等一下，都准备好了。来，上班。喝开水驱蚊虫，用石灰水定期给居所消毒，一旦发现有疫情者，马上隔离。还有官员牵头，全民捐款捐衣服，全军赶赴灾区，发扬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精神。完了，还有没有？中央首脑赶赴灾区慰问，并吃了灾区灾民一顿饭，以慰问灾民。还有重点宣传几个英雄事迹，以鼓舞全民抗灾的士气，要悲壮点的。完了。完了，你要逼死我呀！剩下就听天由命了。这喝开水驱蚊虫都合理，石灰水消毒，之前夫君也提过用烧石灰。这军队也好办，只是这由官员带头，百姓相应的捐群捐物，这在大唐还从来没有过先例。所谓先例，就是有人为先。你今天做了，明天就不会有人再像你这样说没有先例了。那夫君觉得由谁带头比较妥当？那当然是官儿越大越好啊！什么宰相啊、尚书、太子、太保什么的，都给我发扬精神去。其实最有用的也不是他们。那中央首脑又是谁？大唐是谁的中央首脑就是谁呀？简直胡闹！让皇上去商洛灾区，那整个大唐岂不乱套？反正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吧。不过你还是提了几条有用的建议，等本宫做成奏折，赶紧给上官大人送去。上官大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夫君，忘了告诉你，本宫今天呢是带人问计。你真会啊你！臣上官仪参见陛下。免礼，上官爱卿，快说说商洛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陛下，商洛地区地震肆虐，大地龟裂，山体滑坡，百姓伤亡惨重。若不及时救援，会引来更严重的后果。此话怎讲？陛下，此时商洛地区官道堵塞，河流不畅。人和畜的尸首一旦腐败，被雨水冲入河流，瘟疫就会随之而至。正所谓大灾之后
必有大益。现在首要任务是救助灾区百姓啊。上官爱卿有什么办法？陛下，臣已紧急抽调一批钱粮，从汉中、荆州两地绕山路救援。商洛周边7000名屯田兵已紧急奔赴商洛，再征调10000名民夫抢修官道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只不过什么？陛下，朝廷刚刚与吐蕃完成一场战事，国库空虚，恐怕救灾的物资难以为继。臣以为应紧急从民间抽调物资，救援灾区。虽然我大唐富商大贾数不胜数，但是强行征调，未免民怨沸腾啊！若是从皇上之下各级官员皆能以身作则，这救灾物资无忧。就照丞相的意思办，朕马上下一道诏书，从朕开始，各级官员以身作则，为灾区捐款捐粮。皇上圣明。上官爱卿短短1日就想出这么详尽的救灾方案，朕有你辅政，真是幸甚啊！皇上，这救灾方案并非出自臣手，那是谁？王修。我怎么觉得今天这群无赖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呀？是不是最近农闲弄的？这跟农闲有什么关系？这好地废牛，好女废汉。哎，那你说他们衣衫褴褛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这么一说，还是有点奇怪，对吧？跟主流的无赖不一样。哎，在我看来啊，这是一群非主流的无赖。小天，有我呢啊，别怕。有你跟没你有什么区别呀？栓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有我就是不一样，我跑得快，你只要跟着我跑，绝对没问题。哎，夫人，咱们是不是离得太近了？你懂什么呀？皇上御驾亲征，那是提高士气，咱们由夫人、二夫人亲征，看看那帮家丁还敢不敢出工不出力了。可是人家皇上御驾亲征都有御林军保护的，咱们是不是离得太近了？咱们不是有高手保护吗？高手？就这个只会逃跑的家伙也算是高手？咦，你怎么在这？二娘子呢？二娘子她怕家丁们打不过，亲自上阵指挥，在那儿。哎，去把他给我找回来。得嘞。哎，不对，夫人，那个我用待在那儿吗？你在那能干嘛呀？出来能给别人长士气。你也给我回来！我就喜欢夫人这评价，我这就去。快走，以免伤了人。我们哪也不去，哪也不去。二娘子，别过来，危险。你以为我愿意过来呀？夫人和二夫人需要你保护，让你过去呢。往哪儿瞅呢？哪儿呢？二娘子，栓子，二娘子，栓子，人呢？这大白天连个把门的都没有啊！偷东西啊！可人都跑哪儿去了？这是要闹哪样啊？被人骂不能汪汪叫，像条狗真可笑。栓子，被人骂不能汪汪叫，像条……别跑了！不要。人呢？其他人呢？夫人和二夫人带着大伙出去干仗去了。干仗？跟谁干仗去了？我听说一帮犊子往下整咱家地，完了夫人带着大伙就去干他们。怎么这么猛呢？那你怎么没去啊？夫人嫌我出手太重，怕整死几个。你这一出脚不得死老鼻子人了？哎，夫人啊！小店，你干嘛去？跑什么呀？小侯爷，夫人让我赶
赶快来找小侯爷。夫人跟二夫人呢？夫人让我告诉你，二夫人晕倒了。她怎么会晕倒呢？二夫人被流氓绑架，吓得晕倒了。那你直接说被流氓绑架不就完了吗？那夫人呢？夫人也被流氓绑架了。你直接说2位夫人都被绑架不就完了吗？哦，以后不许跟船子说话。哦，二娘子，你快救我们呀！是汉子，放了夫人，二夫人。咱放了大夫人、栓子和二夫人。哎，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你拉着我，快拉着我！你们想怎么样？拉着我，快拉着我呀！二娘子，你真狠！夫君，夫人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千万别激动。有什么事儿冲着我们来，别打女人啊！二娘子，这就是那些无赖吗？不是啊，他们很奇怪。很奇怪。你们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你们是干嘛的？大家别怕，我是这片地的地主，但我只是地主，不是土豪。你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到这儿啊？我们啊？刚刚真的是吓死我了，吓死了！夫人，喝杯热茶。啊。二女也有，快来。喝了啊，压压惊。哎呦，喝完了？你喝完了吗？你们俩还能不能让人省点心了？以后碰见这种打架斗殴的事儿，能不能离得远一点，稍着远一点啊？这次碰见的是逃荒的农民，老实；要真是碰见地痞流氓，怎么办？你们俩还能回得来吗？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侯府着想吗？你着想，那你说，你们俩跑去了，能帮得上什么忙啊？刀拿不动，腿还跑不快。你说你们俩去了，除了让人当票绑，还能干嘛？我以为只要我在，就能提高护院的士气。对，皇上都有御驾亲征，我就琢磨着，要是大夫人出马，一定能大获全胜。于是呢，没了。编啊，接着往下说。哎呀，真是服了你们了。二女，这次又是你的主意吧？夫君，算了，你们俩好好休息吧。那夫君打算如何处置那帮刁民？什么刁民啊？人家是商洛地震逃出来的流民，没吃没喝，无依无靠，挺可怜的。看见我们家庄的地多，就躲过来了。正好赶上那帮无赖最近要骚扰，结果咱们家家丁就把人家都当成流氓无赖了。说来也是一群可怜的人，那夫君要如何安置他们呢？我已经让钱叔安排他们先住下了，就先在咱们家庄子上做事，正好也抵御一下那些无赖。工钱嘛，就按咱们家佃户的标准给。小侯爷，啊？什么事儿？兰陵公主求见小侯爷。这公主怎么又来我们家了呀？公主来，那肯定是有大事要商量嘛。那夫人，我先过去。夫君小心啊！哎，小心什么？是兰陵公主，又不是吐蕃人。这兰陵公主对我们家来说，比那吐蕃人更危险。夫人吃醋了吗？没有。那我去了啊。公主，父蒙羞。
蝶，下去吧。是。有事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出去啊。是。怎么了？昨天刚见了为夫，今天又想我了？夫君尽会耍贫嘴，本宫今天找你是有正经事儿。我们俩之间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？不就是亲亲抱抱的？哎呀，对，这个簪子是挺漂亮。公主，您喝茶，我给您倒茶吧。这儿有。王兄，本宫今天来找你是为了跟你商量募捐的事情。公主，请讲。你下去吧。啊？你下去啊？是。你的那些个建议我已经给了上官丞相。另外，陛下不日就要颁发诏书，自丞相以下的官员今年的俸禄全部减半，捐给灾区。哟，公务员都带头捐款了，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！那就算是全大唐都是灾区，也捐得出来呀。去，净瞎说乌鸦嘴。不过丞相的确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，灾区用不完的钱粮就先留着，等以后哪闹灾了还能用。丞相的这个办法倒是妙，成立专门的救灾基金，什么时候有灾什么时候救。但是只要别出个郭美，就是万民之福了。郭美是谁？了不起的郭美啊！哎，算了，郭美是谁不重要，干爹是谁才重要。郭美的干爹又是谁？那就要看陛下了。陛下勤政，一个干爹都没有；陛下怠政，满大街都是干爹。夫君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呢？听不懂就对了。1000多年后，也没有多少人能听得懂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说吧，兰兰，今天来是要钱呢，还是要粮啊？两个都要。果不其然。公主，您洗个脸吧。不用了。那您洗个脚。洗什么脚？出去！是。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。就这些，只是来要钱的。是，之后我就被小侯爷赶出来了。这个公主也太奸诈了吧！大唐受灾，皇上后宫减少用度，那是理所应当。凭什么跟咱家要钱呢？那我就放心了。夫人，这怎么能放心呢？那可是咱家的钱。只要不是来要咱们的夫君，这钱和粮有什么稀罕的呀？1000斤，半价。 2000斤全送。不行，我只有1000斤。2500斤全送。你跟谁学的这种无赖招数？为了咱们这些黎民百姓，不用这些招数，怎么对付你们这些奸商？好吧，2000斤白送。3000斤白送。你，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谢谢夫君。哟，这会儿知道叫夫君啦？刚才可是一口一个奸商啊！虽然是奸商，但更是我的好夫君。那本宫就先回宫去入账了，告辞了。哎，不亲一个了？小蝶，我要洗脚。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够吧3000斤哪是个小数呀？这是咱刚收上来的粮食，准备酿酒的，倒是够给朝廷。给吧，给吧，给吧，给吧！3000斤呐，这可是3000斤呐，你不心疼？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，没看见吗？其实我倒有个法子，咱家不掏1斤粮食，想知道吗？大傻子都想知道，你快说呀！小侯爷，你怎么知道我小名？滚一边去！不如这样，不管征到了多少，先给上洛送去，解了这燃眉之急再说。哎，我说这兰陵公主什么意思啊？3天2头往我们家跑，肯定是为了征粮的事儿啊！这粮食不是已经给他了吗？这不能往死里照一家征啊！要饭还没经验。就算在几千年之后，男变女，女变男，野鸡变名媛，什么事儿都可能改变，但是这官场的法则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我们家上洛那边发生大地震，家全没了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